片長119分鐘，動作場面係有嘅，但係響2026年都就到嘅今日，一街都係 AI， 天宮同北斗衛星都響我哋頭殼頂啦，四圍都係送外賣嘅機械人，網約車都無人駕駛啦。10月10號係 Tron RX 上演大日子，四圍都可以見到呢套戲嘅宣傳。Light Cycle 戰車當然係最吸眼球啦。身處 Glendale， 揀咗 AMC 位於 The Americano 呢一間戲院入場欣賞。交通方面 ，Uber 對冇車牌嘅我嚟講，無論來回都係一個方便嘅選擇。呢間戲院一入門口，個大堂就已經好靚啦，包括必經嘅通道，有個 aspect ratio 係2.35:1嘅 LED 屏幕，本身就已經係一個大屏幕嚟噶啦，就咁喺度睇戲都開心死嘅，個個經過都打卡，包括網底蛙嘅我。呢間戲院同時提供 Dolby Cinema 同埋 IMAX 選擇，我最後就揀咗 IMAX 影院嚟睇。對上一次嚟呢度睇戲，只係響普通7.1影院。呢間 IMAX 影院係第一次咯。第一集我冇睇過，第二集係15年前被騙係睇 3D， 今次當然唔會咁笨再睇 3D 啦。IMAX 係我心水選擇啊，3個門口逼埋一齊都有嘅。呢個 IMAX 幕大過上次睇一戰再戰嗰個，全套戲唔係全屏 IMAX 播放，有時又變成16:9，唔知第日出碟係咪一樣咯。通道夠闊，而且航距夠車，就算喺姚明櫻木花道或者係赤木隊長坐前面，都阻唔到視線，而且仲有踢腳擋板，後面起腳都影響唔到前面嘅觀眾啊！座椅又夠寬闊，而且就好舒適，仲有角度調校，夠晒虎擺啊！呢個院咧背後咧又有搶眼嘅大號角喇叭，冇捆綁其他音箱嘅，左右各有3隻環繞聲喇叭，前面頂部都有2隻。低頻本來咧就好勁嘅，座椅都震噶，但係當大同大嗰陣，聲壓就會 over 咗。雖然冇震到龍骨或者天花響，但係就有類似駐波就會出現啦，嚴重影響聽感啊！呢度要扣分啊！講翻套戲嚟到第3部，雖然有部分劇情係連貫上2集，但係又唔多嘅，冇睇上2集影響係唔大嘅，依然睇得明呢集。Program 同鹹蛋超人一樣係有變身時限嘅，限時29分鐘，純粹講 Program 想得到永生代碼變成真人，有7情6欲，就係咁簡單。起初擔心成班 AI 打交，全部戴密閉頭盔，個個一樣樣嘅，都唔知邊個係主角。好彩導演就安排用半透明頭盔交代，完全係我杞人憂天。上2集發生喺虛擬世界，畫面就好空曠，冇乜景喎。呢集就喺真實世界發生，有大廈，有街道，畫面豐富好多，而且喺鬧市出現紅色光軌同埋戰鬥，冇咁死板噶。本來好奇 Jeff Bridges 咁老仲點樣拍動作片呢？原來着件白袍行行企企喺度齋噏。片長119分鐘，動作場面係有嘅，但係響2026年都就到嘅今日，一街都係 AI， 天宮同北斗衛星都響我哋頭殼頂啦，四圍都係送外賣嘅機械人，網約車都無人駕駛啦。呢對由 Light Cycle 戰車發出嚟嘅紅色光軌，無論虛擬世界定係現實世界嘅戰車追逐，只係平平無奇，冇乜特別咯。我覺得最主要係動作場面設計一般，包括鐳射武器都係平平無奇嘅。但係韓裔女主角 Gedda Lee 戲份仲多過 Ares， 亦都因為咁，我呢個鹹濕佬先可以冇咁悶啫。套戲係勁多佢嘅大頭，佢係雖然唔係美艷，但係個樣好想望多幾眼。落到虛擬世界之後，眼線係刻意畫深咗，更加討好啊！導演應該係用呢一個方式嚟表達存在唔同嘅空間上面。Jelly呢度木口木面係演到冷漠嘅 program 出嚟嘅，但係個樣又唔夠正氣，我覺得佢演反派適合啲啫。無可否認 Light Cycle 戰車係型嘅，但係唔代表套戲好睇喎。如果可以穿越嘅話，我會制止自己買飛嘅。千祈唔好聽我亂廢誤導啊！因為呢套戲咧得到海量嘅好評，而且評價達到神級。當只有一個人話好睇，可能覺得對方傻啫。但係當海量嘅人話好睇，得自己話唔好睇，咁低能嗰個一定係自己嘅。如果聽我誤導而錯過入場，可能錯過一套年度必睇嘅神級電影作品嘅。但係對我嚟講，出碟唔使預我啦，就算串流平台上架都唔使通知我。彩蛋咧就響出 credit 之後唔到1分鐘就出現，好多心急人都因為咁樣截到，個個企喺樓梯度睇咯。不過錯過都唔緊要嘅，反正下集都唔使預我。除咗套戲被高度評價之外咧，配樂同樣都被高度讚好嘅，但係對我嚟講又一般啊。套戲又唔會因為配樂而帶出氣氛，冇一首曲目中意。入場之前咧就去戲院附近唱片區就見到有 soundtrack， 散場再去補影部分嘅 B-roll shot， 發覺就賣晒啦。由此可見我嘅膚淺程度去到邊。嚟到劇透時間啦。
我講噶啦，我真係講噶啦。其中一場公路追截咧就叫做好睇啲，但係紅色光軌嘅公路劏開部車，Michael Bay 都用過幾次咁多啦。再抄作業真係打晒喊路。劇情翻到舊系統，導演刻意將畫質就變差嚟交代，見到個畫面咁樣就已經唔想睇啦。架戰車又變到好似 BB 玩具咁款，而且有文戲，加上冇女主角同場，更加悶上加悶添啦。最唔明係 program 想得到永生代碼變真人 ，program 本身唔係永生嘅咩？變成人啊反而唔會永生嘅喎，永生就唔係人啦。AI 29分鐘就要 reboot 係煩啲，但係 3D 打印之後咪有一條好漢咯。唔明嘅地方咧，仲有光軌又可以破開架車同埋戰機，但點解又可以困住人，而人又可以無損咁接觸到光軌嘅呢？故事就講到呢度啦，有機會再見。